領土100第7個10天，神乃是烈火。第67天，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。以弗所書1章14至23節。因此，我既然聽見你們對主耶穌有信心，對眾聖徒有愛心，就不住地為你們感謝神。禱告的時候，常常提到你們，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，榮耀的父，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，使你們真正認識他，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，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來得的指望是什麼，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，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運行的。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，使他從死人中復活，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，遠超越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權能的、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。不但是今世的，連來世的也都超越了。神使萬有伏在他的腳下，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。教會是他的身體，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讓我哋一齊禱告，感謝神，讚頌神，因神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。神的聖靈照亮我們心中的眼睛，使我們真正認識神，知道神所賜的指望，明白神在我們身上所彰顯的大能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我領受了神的靈。聖靈啊，求你來指教我，我就知道耶穌基督是主，是從死人中復活，如今在天上掌權，超越萬有的大主宰。阿門。我的喜樂，你是我的拯救，主耶穌，我要讚美你，讚美你作王在寶座上，讚美你的神直到永遠，一切權柄能力都歸於你，所有受造的向你歡呼，凡有氣息的向你敬拜，一切權柄能力都歸於主耶穌基督。帶領我們進入你榮耀的居所，我們要跳舞讚美大君王。你是我的喜樂，你是我的拯救，主耶穌，我要讚美你，讚美你作王在寶座上，讚美你的神直到永遠，一切權柄能力都歸於你，所有受造的向你歡呼，凡有氣息的向你敬拜，一切權柄能力都歸於主耶穌基督。讚美你作王在寶座上，讚美你的神直到永遠，一切權柄能力都歸於你，所有受造的向你歡呼，凡有氣息的
一切权柄能力